Laserbeak, Ravage, prepare for battle. Operation Warfare. Eject, eject, eject. G1 嘅音波係點嘅樣，相信都唔使同大家介紹太多。咁有啲玩家話圍城版本比較好，我唔反對嘅，但係必須剔除 G1 呢個頭銜嚟到比拼。講線條同埋造型設定都係 SS 版本先至係正宗。相比元祖玩具版本呢，為咗可以完美收納頭部啊，增加咗背包嘅厚度啦，但係唔係缺點嚟嘅，一陣再講。而家嚟睇下啲帶先。細心啲睇咧，會發覺呢一面咧先係正面，有個轉動磁帶嘅結構啦。相比起激光鳥，野犬嘅設定咧以弧形佔大多數嘅，所以喺呢度官方直接咧就放棄咗磁帶嘅造型啦，以野獸造型為主。首先我哋將個頭部接出嚟，喺兩邊啦打開同埋轉出佢嘅前腳，前半部分啊再旋轉180度，擰翻過嚟啦，膊頭轉上去啦，再將個前腳轉落嚟。咁轉出個後小腿啦，再接翻落嚟，咁成個尾部咧就完成晒啦。咁啊，接埋個尾部同埋胸部啦，還原翻個造型啦，裝埋個尾巴同火箭。當個設計你喺野獸模式全力發展底下咧，四肢都有獨立可動啦，身體結構亦都還原咗動物應有嘅嗰種彎形脊椎。另外兩柄帶咧分別就係呢個鋸齒鳥啦，同埋激光鳥。鋸齒鳥同埋激光鳥咧係同一個帽嚟嘅，分別呢隻顏色，一個黃色，一個紅色。以 G1 設定嚟講啊，總共會有15名嘅磁帶角色嘅。咁今次推出咗3個啦，加上推斷將來會有黑色版本音波，又或者磁帶加上能量方塊嘅套裝都有機會出齊嘅。咁佢同獵犬唔同啦，佢嘅設定咧本來係方角形較多啦，比較符合翻兩個模式，所以之間表現都唔錯噶。值得一提，音波胸口裏面嘅細節啊，雖然唔可以好似真實嘅錄音機咁樣呈現翻出嚟啦，但係佢以細節嘅刻畫方式整俾我哋。可動方面咧都近乎翻近來音波帽嘅差唔多嗰啲樣噶啦，手踭咧可以屈曲多於呢個90度啦，做到呢個撳掣動作。下半身亦都係好好嘅，滿足以上嘅級別啦。變形咧亦都係簡單嘅，音波其實就係咁樣噶啦，除非好似 MP 咁複雜設計咧，要啲嚟隱藏細節嘅變形啦。首先以開合收納拳頭咧，就喺避免手臂上面多咗一個滑動嘅按鍵啦。咁由於頭部變成完全收納嘅隱藏模式啊，電池嘅收納方式咧，因為咁樣亦都有作出一個改動嘅。元祖版本咧係收納喺背脊正中間噶啦，今次咧就分配咗喺正中間嘅兩旁邊。有少少缺陷咧，就係頂部啊係會露餡嘅。咁而家背板嗰度咧加多塊小接板用嚟遮住咧就更加好啦。錄音機模式咧將會更完美。手臂接喺後面咧亦都係典型嘅方式嚟嘅，轉腰以前後裙甲上嘅唔同大細按鈕啦，呈現翻動畫時嘅放大縮細效果啊。小腿後面上方呢個板啦，打開佢係收飾件嚟嘅。然之後我哋打開小腿下方大啲嘅呢個板。用途係將個腳掌完全收納喺入面，咁就要做到腳掌係完全消失晒，而唔係外露件嘅一部分啦。撳低埋前面小部件啦，完成埋完整嘅長方條狀腿部出嚟。跟住做嘅咩動作呢？大家都非常熟知噶啦。將隻腳轉過嚟啦，向上屈曲，變成咗呢個錄音機兩側嘅部分啊，而喺最後嘅步驟咧，就將個前裙甲整落嚟，搞掂啦。咁都係就係嗰個樣噶啦，一部長方形嘅機器咁樣啦。同之前所講啦，電池位咧如果有蓋遮住會更加好。要講真正嘅缺點，大概就係個板嗰啲板嘅設定唔夠多啊，令個錄音機嘅形態唔夠完整啦。上面啊、兩邊啊同埋後面咧都係比較出氣嘅位。咁雖然係咁樣，但我相信對一眾真觀粉嚟講呢係可以接受啦，同埋明白嘅。另外亦都要講嘅啦，變成磁帶之後呢，亦都會有啲武器留低喺度嘅。不過呢啲喺元祖版本已經係咁樣噶啦，問題唔大嘅。咁呢個亦都唔係 MP 嘅級別啦，所以係都可以接受。
今集就係以上嘅所有內容啊，有睇法咧歡迎留言俾我，訂閱、讚好，收取新影片嘅通知。打賞我嘅製作咧，可以透過 PayMe 啦、支付寶又或者 SuperFans 嚟支持我都得。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睇啊！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